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嚟研究客家自然白话语文嘅研究第10美食叫一個10篇文章。今日嘅主題係客家自然語同華語互相翻譯，一共360句嘅第4部分。課文141語對照錄音第94篇。提供文各位鄉親大家共同來研究客家白話文安尼哈。華語同客語自然嘅不同嘅地方一共有9個哈。以前也時常聽講安尼，希望大家將一個不同嘅地方有9個，到底係哪9個呢？詳細的記項去啦哈。同時熟絡了解客家自然語同華語互相嘅翻譯嘅意義同運用對日常生活對話啦做人做事等等都有相當大嘅好處也係文化交流、意思表達嘅一種嘅重要嘅素材。尤其擔任一個發言也係其他嘅地方嘅統一愛精通雙方語言嘅語文，怎唔會眼望睇人家，鬧出幾多笑話安尼哈。好，我哋今日出嚟講一個互相翻譯嘅一個藝術習講嚟嘅哈。第10堂一個題嘅呢，關於講烹飪節，也就我哋客話就講杜草花，我哋南部嗰土地位又講杜林草花安尼哈。第二一個母女倆關於我哋客家話就兩字愛哈，兩個人都兩傻，兩個人這個兩傻，人都是這樣子，人有咯，個傻，每個人沒傻第五呢，很高興就該聽，歡喜安尼哈，很多個該冇做講當安尼哈。第6歡喜就是該愛嘅意思該好也可以講歡喜第7呢，回娘家，關於個回娘家，客家話呢就講轉妹家第8很嚴重，客家話就講該上當上當嘅當呢，就是嚴重的重，一個直接嚟讀當安尼哈。該上當就很嚴重。看小孩呢，呢個客家話就講土生兒呢，有人講裝鹽牛，這個離開唔得，時時要注意到看這個裝鹽牛。過去呢，對一個牛嘅鹽骨嘅時間好嚟裝冇俾南山不無人搶哈。所以講土生人呢，就按到個裝鹽牛安尼話，個老人講話。第10放牛羊，就是裝牛羊放人用放喺度嘅關於我哋用裝喺度嘅第11給人講，給人請就本人搶。第12當客人就講做人客。第13喝喜酒，客家話就講食酒，一句話同一個唔係食酒嘅人呢，也係老婆講食酒嘅人本來過去多見都講喝喜酒就是食酒，係食酒第14發脾氣就個該杜臉當杜臉嘅誰來講嘅誰唔可以講發脾氣咯？該夜笑，
一个两句话都系好变成坏面来讲安啦哈。第15很生气就是改听，哈，很生气啊，改欠咯啊，改欠哈，一个就讲改欠。第16那个带神父啊，带那个神父，安尼讲个带欠安尼哈，个欠是其中一个中欠的欠用的，但是改个大师片哈，中欠的欠啦哈。那个17一直走，一直走过年，按客家话讲啊，紧出行，摩托讲别出行。18年轻人。年轻人，这个后生人，后生的，安尼哈，这些人20年哈，20年或20多年哈，这个是20年哈，一个20静悄悄，客家话呢个数点，一个数静嘅数呢要读数。这个有2种嘅字嘛，哈，讲嘢能够专门谈一个讨论，一个配音师嘅部分，哈，一个缩点，安尼哈，21果然就是讲，端正，有样哦，哈，果然是这样子。这个果如果结果的果，然就是这样的意思，关于啊哈。第22现切，这个俺的客家话搞清楚哦。先和先哦，就是好中先好嘅，托呢有好坏都有嚟选一个好嘅哈，托出嘅托。第23，嗰一个鸟不踏，一个书嘅名，鸟不踏。俺的客家话呢，就讲调位唔起书，用嗰种全叻嘅啊，哈，全叻。第24。一个瀑布，按客家话就是讲啊，一个走石头的这个瀑布在那个瀑的意思哈，瀑布啊，就是客家话就讲水中佛，安尼哈，水中佛。好，看一个图，大下鸟不踏是树的名哦，调的唔起树啊，全叻啦啊。难哈，一个作诗，大下这个读诗哈。一个另外呢，no 八路的啊，八路的哈，但是无老，我哋讲八路的哦哈。一个吊塔的呢，就是吊位啊，一个一塔就会戳掉啊，是吊塔的啊，也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土地都里。吊塔呗，都係是乜嘅？八路嘅，種八路無壓八，按個實際貴語嚟講啊，是八，八嘅八，了八嘅八，安尼啊，一帶埋去啊，就會錯掉，一個就一個鄉村方面啦，青島嘅種，個氣候嘅好調，好，我哋這個識別，客語實驗化同華語互相嘅翻譯的一團啊嚇，一個的確是，關於個的確是，答對係，有一個的確是，啊那個，好，正中間，也係客家話講真地洞，嚇，地洞對中啊，地洞，一個真也尖啊，尖一個就古書創作性比較多，都別個形式，你都講尖啊，尖，一個是第三個書上類嘅講啊，嚇，一個昂道就中間嘅意思哦。引導這個一粒腳帶個喎，引導乜嘅東西，速度也三樣都冇相同嚇，書上嘅部位冇相同嚟講，一個昂道
就是讲啊，药谱引导是脚谱，速度是力放开。引导的时间呢，就是用吹吹啊，让会散啊，我感冒会顾下咯。第四，不可以做唔得，不可以就做唔得。可以听非常好，就是一定好，非常好就一定好，相当好也有的。第六，在一起就是穷下，唱反调呢，就是讲做对头，个绑手机有讲绑手机第八，很严格，很严格，该念条，很严格就讲该念条第九，生意人，就俺哋客家话讲，生意人生意生意第十，外面的老伯爷，冇做讲老伯爷，有同老同老第11，改过改，是改起来了改乜嘅呢？work 嘅改呀，俺哋就講減 work 改減 work 改第12過改呢，個 work 嘅改呀，要俺哋講減改同變改減改就是圓圓嘅。變改有一條龍骨嘅，平平嘅，這個變改work 改有兩種，減改同work 改，變改同減改。第13，火熄滅就火無黑一個黑有3音嘛一個撇黑一個有假音。第14，如何是好？我跟你講如何是好？娘家殺娘有兩種寫法吧格殺呢是葛藤的葛，殺就個呢嗰殺個嗰有殺氣殺第15，不三不四可以是不三不四，客家話呢不得不切講佢冇答到都是又冇答到切不得不切16，連歪的連，俺哋客家話講到連，俺哋都變成個免費嘢第17，有好稀奇，就是偏言唔實不稀奇偏言唔實一個18，支持不久就講這個死得脱也可以，也講支持唔夠也係唔耐當19，現學現賣，一個客家話那個上主奪來下主買，奪呢就跳樹皮，右邊又是這樣子的，又有斜點追個上車嘛上主奪來下主買就是現學現賣。第20，批發來賣就什麼奪來賣，批發來賣。第21，親家母，俺哋客家話講車妹22，節省就是上腔上嘅節省就上嘅一個海味就是很唔錢看圖一個平嘅就按變改強嘅呢就按減改改 work 改就是減 work 改減改同減是個上車嘛減呢用跳數片好來我哋再來看第12個一個學習音兒同華語互相嘅翻譯的素材。第一，不可理喻
过年讲不可理，就讲俺客家方言讲咯，睇唔出，睇唔出。特别佢要讲啊，视网膜嘅睇唔出，嗰度有句话喎，嚇，一個冇辦法，講不了解安尼啦，啊，不可理喻。第二，破舊不堪，破舊不堪，就是落落確確，嚇，落落確確，確樣嘅啫，殺石頭都係一角兩角嘅角啊，嚇，落落確確，嚇，第四，第三，中途插嘴，中途插嘴，人哋講話呢，都等於插嘴呢。我哋客家話就講啊，直接說，為主要嘅，唔情況係主嘅出嚟小嘗試啦，就直接說。第四，舉一反三，舉一反三，光頭小弟面哦，光頭小弟面，所以有一個樣啊，一踢三通。三馬有蛇屁股嘅馬英叫，一踢三通，三馬有蛇屁股啊！好，第五，眼睛閉着，又講目十十，目十十，一個牧師加上去揭發咧發嗰個十，目十十就眼睛閉着。第六，翻轉，翻轉，先幾個多喲，嗰度個翻轉，嗰個變轉啦，啊，變轉啦，變轉啦。第七，東挑西選，東挑西選，客家話就講啊，驚驚突突，突到乜嘢？爛菩薩，驚驚突突，突到爛菩薩，東挑西選嚇，裝瘋賣傻，裝嗰個揸風夾頸肉嚇，揸風夾頸肉，哦，一個就一個裝瘋賣傻，傻瓜都傻嚇。費事係嘅國語冇嘛爭哦，費事慢慢地就我又講咯，天天來行，天天來行。其實光說不練，光說不練就是最硬是不胖，最硬是不胖啊，屁股啊。第11，太陽穴，太陽穴就個唔會硬嘅。哦，我哋二公雙片嘅啊，嗰隻二公雙邊嘅啊，嗰隻個咯唔係硬嘅，唔係硬嘅，叫做太陽穴。第12，打那個聊天，聊天客家朋友講咯，就講打嘴鼓，打嘴鼓嚇，也係講啊，華夫人，華夫人也可以啊嚇，到底咪有看過老虎嘅東西咯？大家都冇看過，但是大家都可以利用嘅啊，所以華夫人嘅條件呢，第一個冇想當然，第二好難，第三呢不要追究，唔去追究啊嚇，追究嘅就咪華夫人了。好，第13，沒家室，冇家室啊，一個沒家室就是冇家冇掉。冇家冇掉，單身狗誒，單身狗就冇家冇掉。第14，鳥巢，一個吊吊啊，都吊吊，一個有一個吊呢，鳳吊啦，哦，吊吊啦，哦，但是吊吊嘅就幾法講啊，吊，講夾嘅啊，就講唔夾嘅嚇，吊，不能吊，咁嘅樣子，有限嘅，學講那時呢，吊講夾嘅咧，冇錯講啊，客家話嘅嗰難講嘅，繞口令冇辦法繞嘅嘛嘅，都吊講下見啊，嗰個呢拍字疊拍白嘅就冇魯迅字嚇，魯迅字。拍字疊拍白啊，一個就係講啊，前兩條白講啊，真係一個魯迅字全部人都傾下就佢快講888嘅乜嘅白啊，全部魯迅字加到傾下啊，一個第二呢，水調就是水裡面水調，關於就講啊，水裡啊，第16。情竇初開一個關於啊，一個我哋客家話講咧，初戀開始嘅開始嚇，一個叫情竇，一個情種風調樣啊，要攞經驗嘅呢，情種嘢講樣我會驗人咯，一個情竇嚇，有兩種，一個是
像种调样啊，碰啊多，如果走迄路，留下呢，念迄路，所以大家注意一个钱一个问题安尼17胡说八道，客家话呢就讲巴巴，巴巴个毛主讲啊，弄歪斜，弄歪斜，胡说八道。18个错误，关于讲错误，英讲咯不恶不恶安尼不恶。第20赶走会赶给他走，就是讲局际危险局际危险。第21早上，关于早上俺客家话讲早晨22白天就讲24頭你就讲一个单音字变成4 24頭个古书创作是比较long叫24頭好23晚上就暗晡頭。第24相反就是多變。以上呢就是客家詩人一個同華語所一個那個嚴控來嘅記憶，本大家嚟做參考。同時佢們也安排一個歌嘅呢，一個是買酒歌，客家歌買酒歌，李秋霞個歌聲啊所唱嘅。然後呢，就拿呢個做個比較的，真情比酒濃，馮輝輝唱嘅馮 BB 馮 BB， 佢都係客家歌同河洛歌，咩嘅華語歌有乜嘅不相同嘅素材，嘅出得大家嚟做個研究所以研究呢就會種一條我哋嘅題目是客家詩人嘅同華語嘅叫做比較，所以歌嘅也相同，兩個拿嚟做個比較另外呢一個聯吟詩所以嘅在上面都貼嗰啲聯吟詩，因為我對民國57年都開始認為講聽看屁食咬國家一個嚟講是讓我有為了人們那個白個鹽這個當所以我寫出來，其中同的虛字呢是實體字，乜個呢實體字呢？我愛看呢就望文生義，一個音呢有古書創作是比較多用語音，所以講為了人們那個白古書你就為了人民嘅白那個鹽，所以希望各位認識呢，一個聯吟詩非常的重要唱歌嘅啦，尤其山歌一定要用到。另外呢，一個台灣中南部地區嘅民農嘅不了嘅水利暗含嘅因為嘅講嘅，98年都竟係唔停做都係一個做唔做咯。一個同文化有關、古節有關係冇呢？冇關係，因為一個物嘅那個暗含羅背嘅事情整理好一個台灣難得有一個嘅不了嘅暗含比民農嘅暗含要過大所以頭前呢做一個那個識別字寫出來本人啲所以我再三講嘅失敗，但是都冇好，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共同努力來爭取一個東西。好咧，時間嘅關係，今本日就同大家說明報告都了解嘅希望大家感謝你，再見。希望按自西有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可以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